好啦，以後啲咩要我講到了解5月份同文獻嘛，嗬，一個基本嘅文獻來到人家現場來留大家來收集嗬，就係記錄中嘅葉桂樹，除咗葉桂樹以外啊，其實還仲係當到其他嘅一個香草、香料嘅也植物啦，嗬，就做得運用到你嘅傳統地方度。唔講嚟講，頭先印度料之前來提到嘅講到嘅就係。都你頭款也會有開傳統，個開也民俗哦，個一開始係整來種人葉桂樹嗬，來都一下嚟講啊，係像傳統嘅經驗嗬，真係咧冇按過咩冇按簡單哦，係啊，一下都聽意思也都有朋友大家來也食飯就做得嚟咩？其實從這個我家煮咩空樣啊，當到出來你煮的幾下擺，食的幾下擺，人家要生難啦。真是。煮的碗呢，大概碗呢就會有一點點風險在啦。哦，就係有啲人可能本單呢，也就來嘅人嚇，係講意思，有啲人咯，也橋尾佢要知道。唔好嘞，按樣就當麻煩。還有當麻煩，但是人就會一直換我們的菜。那個可是，但是你像都散行都食壇的經營的方式哈，其實有時候人家會來講，誒，嗰邊還有錯賣，有啲人會來講，誒，嘅條街有認識嘅乜嘅吃婆嘅嘅農民嘛，嘅種吃婆嘅嘛講。有啊，當到啊一邊全部當認識啊，講幾樓幾少較便宜的有嘛，然後報名又較便宜嘛。真是。他講拜託啦，人家做半年，人家做半年，我撩半年啦。係啊，所以佢一下買有價錢本哈，佢20半年的價錢啊，講人家就較三成哈，唔可以讓人家降價啦，係啊。其實當下講有咩係種觀念嘛？係啊，然後像很多食堂做哈，有時候哈。做很多，迄不得會起點刮一點風哈，那人客哈，就會較少啦。錯。迄落雨哈，那個你客人基本上都不會來山上嘛，因為天時大概要報咩講山上用的危險啦。其實大家沒有安全的觀念都唔會來啦，然後就落差也是會有很大，然後你有很多的熱忱，可是食材很新鮮，可是如果碰到這個東西哈，你當多東西都要丟掉，要忘掉。我做 V5的、V8的、V10的，係啊，嗰條東西咩成本啊，所以都幾片做哈。當要相信當到風景區的其他條嘅傳統哈，做嘛家私要買到按貴。係因為講了解的時間太緊張，還會來咩？當然唔係買按貴啦，講一條風景區做嘛要買到按貴，其實他們應該比較厲害，會有成本上的考量。係。我可能冇咁有觀念嘛，所以我都頭份就一下沒有啲咁鬧熱的地方，我要再快一點，就留一條香料哈，食堂的香料，前期嘅哈，就傳統來運用，用傳統來運用。一開始也同樣嘅地點，我去做發掘菜。發掘菜，都係頭先啲前一趟畫面有看到嘅傳統。係，係叫做東西，應講西餐廳嘅發掘傳統嘅感覺。對，發掘傳統，我嗰邊沒有賣哇呀，真係東江呢一下，分享嘅葡萄酒啦。啲葡萄酒哈，就會講，我們都搞在菜廳人講，你食東西哈，有一筆酒到旁邊，當然講唔係講我食醉。喝酒的香味，不要喝酒的酒精，我覺得是我們推廣的啦。很多人講嘅嘛，品酒，品酒，太比啊用事。一隻，你像人家講，哦，我啲啊紅酒配紅肉啊，白酒，紅酒配紅肉，白酒配白肉。其實按樣嘅講法哈，在紅酒來講也是不對的，哈，因為像有的，你像法國的阿爾薩斯省，其他的種出來葡萄酒咧。非常的冷峻，非常的酸度非常高。嗰種來批乜嘅？批那種當油嘅、當皮嘅牛哈，剪了那批下來食哈。那樣這樣子的搭配，白酒啊要搭肥的牛肉，然後有些比較，很像紅酒類啦哈，像紅酒有那種黑皮諾的葡萄品種，比如是它批嘅鮭魚，係啊，所以。這也不是一定的搭配的方式啦。古時候一下講到一按到嘅部分，就發現講對人嘅酒嚟講，乜都有研究。係啊。
然后这个都给别人分享，都你要种植物啦。其实种植这个植物呢，跟葡萄酒的像葡萄的来源，像葡萄呢，它的种植的方式，它也要气候，没有甜食，没当葱叶，然后给它品种，没当葱叶，嘛该奶，嘛该种，然后卖你去蔬上哎，卖你去酿造哎，这全部都是一个学问。然后我有去考这种执照，就是怎么样子去帮人家搭配酒啊、餐啊这种执照。所以我在头份那地方，但是毕竟这边还在小哈啦，能够接受这种菜的人还是不多。对，所以后来呢，就又来怪到变客家餐厅。所以对呀个，那种实用式的法国的传统，那个改做那个客家的传统。客家传统，改到客家传统以后就吃盐的。你像以前法国菜这片乡下人乡下这片虽然讲这片当老年，不过大部分就还是算乡下啦。然后这片人呢，用刀叉吃饭的方式还是不习惯，对，不习惯。所以老当都出来带一点客家。带一点西式，你像也还看到一样的，哇，真是的哈！客家菜客家传统，客家料理本也还用变做冻酱呢。都老去像客家的板条真是用整的，没用片米粉去做的这种客家板条去煮的碗面的唔好夹，伊就讲到一只肉盆底度还有蛋糕就用波士顿龙虾来调味。哇，那种感觉就还看起来就一好食的有中有西啦。去当到安尼乡亲朋友以前接来食法国菜特别搞一个，人家盐刀位啦刀位。用。叉子跟刀子刀子的作用不在切肉，有时候还要沾一点盐巴，搅点酱，然后配点洋葱或是辅助。这两个都必须要两互助，创人呢快的用的。而且讲其他的就不会吃的，不会吃以后，但是万块那有东西，还有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的饮食方式。后来我把很多的法国菜或者是这样子去融合，有时候变成桌菜的方式，切好诶，当多东西装好诶，用到盐做蛋糕，用转的还有裂，吃起来点到位，较强爽，去当到个阿伯阿叔来讲，做好怪咧。也到阿伯阿叔个当上我来先做嘅料理，都系唔离片。以前又系唔离片，跟刀子、叉子又要夹在卫生圈都要片，然后又用起来，又要出又做我们的摸咸，可是现在我们真的是做到有故事、有文化、有人情味的餐馆，之后也系青葱也做的，像一般的人，一般像当多人来到传统给我们讲，很自私的讲，因为我有营养无，有快门嘛。有的人讲，呀，种生意唔好来迪拜看到无人，咁样讲但是尼服务方式不讲，人家讲你快门嘛，冇讲，做店来人张快门啊。我们会跟一般大型的餐饮业的服务方式不一样。对，好，也就讲传统的部分咩，好，也讲，讲真实的聊一个，讲法式的一个料理方式，比如讲客家的料理，真实也乡亲朋友爱自家落去体验过后，这样做的来了解所内很用的里片、用的好食、用的口天啦，好讲到亚味其实存到某一度的时间，像现场还有其他的也就比如讲加工品。头先讲到係熱龜鹽，韓國日講係乜嘅？也會看到誒除臭劑，嘅噴嘅假使房間底度嘅鹽味啦，冇出，它是大自然太吃鹽底度進溫和嘅殺菌劑嘛有時候去醫院轉來啦，噴樹啦，還有個馬桶蓋啦噴一噴。然后再坐在上面，其实我觉得还蛮舒爽啦。有香味，唔好讲当香，精油跟香精的差别就会讲，人家全部用精油做的，
精油的意思就讲，我来拿来批藏油米头。香精的哈，唔像批给做米头做吃盐我不能批到，这个是它们的属性的差别。香精係你冇上去批，佢就會批得到。不過也個應講吃鹽嘅，最噴的過後，還有像月桂香皂咩嘿？哦，茶菇，月桂香皂一般敘利亞的古皂哈，佢用月桂漿、月桂精油來做的。这一袋吼卖到千贵呢，也它市面上千贵的茶菇做迄嗰種敘利亞的手工月桂皂，也做飯呢做落去空用，但是價錢冇賣到很貴。即個做法空用，唔過人哋嘅家私吼，就冇賣到很貴啦，吼，也茶菇韓國也係粗粗嘅吼，韓國也按時講呢。可以有懂點影響呢？因為月桂都精油4點幾度哈，加月桂精油的還有一個用法就是它是會抗炎。哦，發炎的時節，哦，我就想到也做老安尼嘅嘛個平時個帶的那個，就講唔能調度呀嘛個。其實講茶的時節，一般呢很多消炎，消炎的作用，有很多抗炎，就講會發炎的哈。乜的味啦，比如說它溫和的去減緩發炎的程度，不能還是會發炎，但是它會抗炎，稍微減緩它的程度這樣。哇，好真實呢！嗬，應該一個加工品還有其他的，還一般有幾邊爭過來老太家來，做手機嗬，也青年農民哦，就係要有自家嘅一個思考嗬，行出自家新的路，踏出自家嘅一片天咯，嗬，一個基本人培訓來到呢節目當中來老太家來做一分享咧，嗬，當什麼培訓？什麼？謝謝。好，來呢次來聊下嚟哦，好，講下聽的談談呢啊，運動先生，向下來好好做運動咧，什麼大家？